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蛋卷喽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奶油倒进来，也是一样哦，都要室温软化哦。对。好，奶油跟砂糖可以一起倒，谢谢。因为我们量比较少，我们就用球状哈；如果量多，我们就用桨状的。也可以用热抹布把它热毛巾把它对包起来。那如果真的打很多，就拿那个火枪稍微烧一下，那就比较快。一定要打到白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打到白，就是更白一点。对，更白。现在还是黄黄的哦。这个盐巴也可以加进去，我们把盐调整它的风味的时候把它加进来。好，我们再让它打哦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蛋就陆续加，像这样关起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像这样子，它蛋已经吃进去了，那我们再继续加蛋，那就不会有那种花花分离的感觉。所以每一次加蛋液之前，一定要确定我们刚刚的这个材料已经打到发了，才可以再加一开始。把它关起来，那我拿下来，我们就把粉先塞进去，拌合的时候再把这个蛋再加进去啊，因为我们没有放乳化剂那些改良剂的。好，我们过筛了，我就把它拌进来。好，我们让它搅拌，慢慢搅拌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些蛋再加进去。好，我们如果让它很酥的话，我们就是要把那个油脂是越高的。那像我们这个是做起来比较常温，大家可以摆的。把它和均匀就可以了。和成团均匀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关起来，然后把这个芝麻，我们芝麻一般我是希望拿下来的时候再加。芝麻比较不会破掉因为有时候机器搅芝麻比较容易被碎掉，颜色会比较看到芝麻是黑黑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芝麻倒进来，跟我们的面糊做拌合，然后面糊拌合成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要先把这个烤盘加热吼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先烧热哈，把模型先烧热，那涂一点油脂，涂一点油。首先模型一定要先烧热哦。对，因为烧热它才比较不会粘住不然你下去的时候很容易就粘住。两边都把它烧热，然后换小火，就不要再大火，因为它还是要时间。所以两边都要抹油的。对，两边我们都抹油。那我们就拿了1小匙起来。拿1小匙，然后放进去，1小时就够了。对，1小时就够。那合起来，夹住，然后它就会，因为我们打发油脂膨胀，它就会呈现那个膨胀的状况。对。我好好奇啊，待会会变成怎样？我们再翻面。但是这个非常的烫哦。对，非常烫，不要去摸到前面的部分。千万不要摸到那个火不要开太大。对，那你可以开来看一下它的情况，它的面是不是已经上色？等上色的时候，我们再做擀卷。如果说我们打开看，因为它这样已经这边有上色，那表示它可以擀卷，我们就开始赶快把它，然后把这个打开后，这个扣不住。好，那卷的时候你就卷回去。如果你刚开始卷不好卷，就把它稍微拿起来。稍微一点点，对，帮他个忙把它卷起来，然后卷起来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样就完成。那我们就放着让它凉，凉了待会就把它拉下来。那我再煎第二个哈，我这个就放多一点让它大一点，大小是我们的量来决定的。OK， 已经好了。好香哦！因为我们都没有放化学的东西。好兴奋哦，竟然可以拿到热的这个蛋卷哦。你可以看得到它我们要的颜色是不是够了？那随着它上色之后，就表示它的水分是蒸发了，比较少了。那所以它的酥度就会呈现出来。那如果是颜色是黄黄的，当然就不够，烤起来就会是不酥的。
好，老师示范这几个，大家应该知道要怎么来做这个蛋卷了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非常的简单。非常酥。对，哎呀，都掉了，你看，哎呀，好可惜哦。对。好好吃哦。老师一定想说，怎么有这么爱吃的这个主持人？好，我们不要忘记哦，我们要来把这个刚刚做的这个派，对，要把它做一个这个是老师的最强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装饰一下。我希望观众朋友有空的话呢，你一定要做，因为真的你实际去做，你会发现其实做烘焙一点都不难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容易的，可以很容易的，真的。当然，老师已经做了30年哈，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就是很简单。但是我是一个过来人哦，我也跟大家分享哦，要做出好吃的这个烘焙点心，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。对，就是要多练习。